边结必有益，有益必吉祥。我叫焦瑞吉，从小跟着这个奶奶和妈妈一起学这个结绳记忆。结绳记忆里边这个结很多，我总结出来这个大概基础结法就有500多种，然后组合变化出来的这个结那就千千万万种了。我是从事这个珠宝教学工作的，所以这个很偶然的机会，把我学习的这个结绳记忆应用到这个首饰里边。主要就是有项链、耳饰、手链，包括这个腰链、皮带等等，这些都可以做。比如说编这个首饰的时候，那我们要结合这个是天然石头的颜色、形状来设计它的这个图案，然后这个组合变化，那这个是需要个人创新的一部分。坚持这2个字很重要。学艺的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漫长的，关键还是个人也喜欢吧。这是石榴，这是花生，这是苹果，这是梨，这是花篮。实际上这些都是葫芦做的，你信不信？我叫梁平安，今年67岁。我从小喜欢写字、画画，还有篆刻。葫芦谐音是福禄，就是吉祥象征文化最有代表性的。葫芦本身是千姿百态。也没有一模一样的葫芦。瓣儿如果是比较粗，你听声音比较浑厚，这个皮就比较厚，你都可以刻一些你像这个就是菩萨造像，你看最高点，你看这从鼻子到这个脸颊的最深的地方你看得有3到4毫米。皮比较薄的话，你就刻不出来这个。这样干瘪的纹路，那我就看它像人物，我就在这上边萌发出了一个刻这个红泥口血酸的一个题材。你要一定的书法功底和绘画的基础所以说你根据不同的葫芦，你再选定不同的题材来表现你愿意表现的作品。